各位好，因為愛爾蘭之旅，我點解要分兩部分呢？因為對我嚟講實在太重要啦，同埋好難得嘅一個機會。我去愛爾蘭都買咗一啲手信，甚至好多手信同禮物俾我嘅朋友、親人。嗱，我就買咗一件衫俾自己嘅，係愛爾蘭嘅衫嚟嘅，所以我特別咧着咗佢嚟做我呢個 video。呢一個旅程係使到我心靈非常之愉快。我唔係一個旅遊達人，但我好中意旅行。加上而家旅行都比較方便，但係要籌劃嘅，要經過仔細嘅去策劃。但係就算策劃咗好多嘢，都會突然間發生。但今次咧係一個非常之快樂嘅旅程，有好多驚喜，使到我係意想不到嘅。除咗有好靚嘅風景，以前我都去過嘅地方少少啦，跟住有好好嘅食品，最緊要係有好人好事。有兩個喺中國湖南同埋四川嘅女孩子坐咗25個鐘頭嘅飛機嚟探我，我真係非常快樂。跟住仲有一個好耐冇見嘅人，呢個可以講係我嘅恩人，亦都識咗好耐嘅男士，非常之有紳士風度同埋有愛心。居然喺我臨走之前，可以同佢一齊可以共進晚餐。呢啲好人好事，實在令我呢個旅行感覺到非常之愉快，而且非常之難忘，而且成日都想望着，真係好傻啊！不過無論如何，我都好願意同大家分享嘅。多謝大家。愛爾蘭之旅真係令人非常之難忘。我再做第二集係因為我覺得好多嘢我都仲要繼續嘅去講。我用五官眼、耳、口、鼻、心去感受呢個旅程，所得到嘅係非常之多，特別係人事方面。你去到愛爾蘭，你會睇到嗰啲人情味係非常之濃厚，真係近乎似啲中國人嘅。就算一個揸的士嘅人，佢都好似好有學問、好有文化，而且有幽默感。佢嘅太太可能係大學教授，但係佢都係揸的士嘅，係冇階級觀念。仲有，當你行緊嘅時候，或者企喺度周圍望嘅時候，就有人嚟問你有咩需要幫忙啊？有時瞓喺草地，好似好艱難咁起身嘅時候，又有人會扶你起嚟。佢仲話佢自己都係曾經瞓喺草地，好難起身。咁今次我特別係着重講人，因為我其實上一集好多咧都係喺我嘅 Facebook 嗰度出現過嘅，都係有兩樣嘢係冇出現嘅，就係愛爾蘭聖三一學院，都柏林大學聖三一學院嘅女校長嘅官邸，我參觀過。而且愛爾蘭係好多文人，好似係人傑地靈啊，好多詩人、葉慈啊等等。咁我會特別介紹一個，就係 Oscar Wilde， 咁樣可以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啦。多謝大家。